苏院长的屏东办公室，那有朋友跟他要一张贺电，他给他了，然后立法院办公室说我们立法院没有画这一张，不矛盾，好不好？意思说就是安倍晋三给的，私下给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替日本解释，日本他这样解释，他这样是，他这样回答也对，我们尊重日本的回答啊。那个首相府没有花，我们尊重他。最着急的应该是那个中方帮大家变成我们在替他找答案，因为有人替我们争取到这个贺电我们是要保护的，我们不能出卖他，说就是谁啊，某某人啊，就是山口太阳谁啊，那我们揭露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？好，有人说这个不能开玩笑，一定要有证据。我讲完就不讲。安倍首相有说没有发这个贺电，我们台湾是把它当很大，但是日本一个字都没有，没有任何新闻我们去找。日本认为这个是当然的，他们都很清楚，是台湾把它做大。但是2天后，安倍首相的母亲、他的弟弟、他的弟媳妇都去参加东京的国庆酒会，也是中华民国国庆的酒会怎么会说这个他们打脸呢？没有那他的弟弟说那是可靠的我觉得我们是比较奇怪，我们把它弄得很大。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，那是非常大的事情。但是日本一个字都没有，你们去找，日本没有一个新闻主流去讲都没有了。你是说有澄清吗？你们去找日本找来给我看，是哪一个报纸讲这个事情啊？这就是我们是很奇怪的。好了，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，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。中华民国台湾6个字，绝对不是蓝色，也不会是绿色，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。来宾请起立。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的国庆日，谢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，跟我们共度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也是在国庆日，我和大家说，台湾正处在变局当中，世界贸易的局势的变动，国际政治情势的变化，都让未来充满了挑战。我们必须求稳、应变、进步，厚植实力，壮大台湾。转眼又过了1年，世界依然快速变化，甚至更加的剧烈。美中贸易战的持续进行，距离我们不远的香港，因为“一国两制”的失败，正处于失序的边缘。尽管如此，中国依然以“一国两制”台湾方案不断地威胁我们，并且采取各种文攻武吓、强烈挑战的区域的稳定以及和平。各位国人同胞，当自由民主受到挑战，当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，我们就必须站出来捍卫，拒绝“一国两制”。是2300万台湾人民不分党派、不分立场、彼此间最大的共识。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屹立超过70年，一旦接受“一国两制”，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。
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，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。中华民国台湾6个字，绝对不是蓝色，也不会是绿色，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。